2026 Australian Budget Negative Gearing 系列 Part 5 Holding Costs 未來幾年最重要嘅數。今日呢條片唔係 financial advice， 我只係想用返 mortgage broker 同埋市場觀察者嘅角度，同大家一齊諗一諗。跟住我哋講 holding cost 啦。我自己 mortgage broker， 所以我一定係由利息開始睇嘅。咁其實而家好多 owner occupied 嘅 interest rate 啦，已經去到6厘左右噶啦。有啲舊客都仲 retain 到之前嗰個舊嘅 pricing， 可能仲見到5點幾嘅。但係如果你問我嘅睇法，我會覺得今年年底之前，市場要再見到大量5字頭嘅 interest rate 咧，未必容易。咁除非 inflation 真係明顯回落。大家留意翻 inflation 嗰個 figures， 2026年2月 inflation 大概係 3.7%， 去到3月已經係去到 4.6%。咁即係話單一個月 inflation 已經升咗接近 0.9%， 而更加重要嘅係中東局勢真正升溫之後，其實係3月底之後，即係話我哋而家見到嘅 inflation data 未必已經係 fully 可以 reflect 得到能源、shipping、supply chain 海峽受影響之後嘅真正 impact。因為現實世界唔係話今日打仗，聽日啲成本即刻可以反映得到嘅。supply chain 本身係有 delay， 即係話海峽開始受影響，當時海上面仍然係有船 ，refinery 仲有存貨，港口仲有 reserve， 澳洲本地嘅分銷商仲係正常運作緊。咁即係話成條 chain 唔係 instant stop， 所以真正嘅 impact 有機會仲未完全浮現到出嚟。而如果 inflation 再升，例如去到6%甚至乎7%，咁大家就要開始諗 RBA 到時會點做。好多人會覺得加息最多每次咪加 0.25 咯。咁大家要好小心呢個 assumption， 因為如果 inflation expectation 係開始失控嘅情況下呢， RBA 未必一定會慢慢加，甚至乎有機會用更加 aggressive 嘅方式去控制個市場嘅預期。而如果 inflation 真係去到6至7%， 咁大家要開始諗一個 scenario。而家 owner occupied 嘅 rates 大概係6厘左右，咁之後我哋會唔會見到7厘、8厘，甚至乎去到接近9厘嘅數字？嗱，我唔係話一定會發生，但係做風險評估呢一個 scenario 都真係要放埋入去計嘅，因為真正嘅風險未必係樓價跌幾多，真正嘅風險可能係你個 holding cost 長時間維持高位，而你仲有冇能力繼續 hold 落去？